點稱，點點心意，點點情。哇！瞓足6日5夜，有一種嘅感覺叫做想飛啊！嚟啦嚟啦，又1個禮拜啦。誰讓下雙雙對我共他，橋頭上正在相晚霞，郊野外花吐煙草色翠綠，同遊玩心內已無牽掛，盟約已許不需多講說話，知道心裏話無虛假，情晚空映出歡欣笑面，伴着落日多風雅，田園外風光好美如畫，長為伴我共每種清雅，輕吻着每每愁眠，情人夢恩愛永無欺詐。1976年一套日劇嘅主題曲《女校男生》，鄭少秋。誰讓下雙雙對我共他，橋頭上正在相晚霞，郊野外花吐煙草色翠綠，同遊玩心內已無牽掛，盟約已許不需多講說話，知道心裏話無虛假，情晚空映出歡欣笑面，伴着落日多風雅，田園外風光好美如畫，長為伴我共每種清雅，輕吻着每每愁眠，情人夢恩愛。有一日嘅 iPad 彈出一大扎70年代日劇嘅主題曲，嗰陣梗係冇諗過幾十年之後嘅興韓劇噶啦。忽然聽到呢一首，原來嗰陣時佢已經唱緊歌噶啦。都話上2個月喺香港見到佢嘅時候，佢依然 keep 得好好，完全冇老態，仲係覺得佢玉樹臨風。你認唔認到佢把聲？聽下。龍共威，特種警衛，威猛何真勇毅，龍共威唔怕毒雞，都當奸教惡毒鬼。我衝破陷阱，我實際係最威，我衝破萬萬，我一於犯威。龍共威，特種警衛，威猛我真勇毅，龍共威唔怕毒雞，產國毒的確係威，我衝破陷阱，我實際係最威，我衝破萬萬，我一於犯威。龍共威，特種警衛，威猛我真勇毅，龍共威唔怕毒雞，產國毒的確係威。聽唔聽得出係邊個啊？石修啊 ，GM 72猛龍特警隊。咁呢兩位呢？幸運地遇着你，真歡喜。
嚟自一部日劇《二人世界》，足協無我加律源小卷，亦都成為咗當年香港電台廣播劇《千帆盡處》嘅主題曲，由電台嘅前輩級人馬葛建清加上黃少強攜手演繹《我心永屬你》。琴日係38婦女節，轉頭同你講。如果喺荷里活餐廳入邊多啲叫不同款式嘅雞翼，再加飲品，咁就會對一台人多一份選擇，對小朋友會多一份雞翼，會令到全台人同人之間多一啲歡笑同喜樂，仲會少一啲價錢添啊！你都想食㗎？一個用心情融入雞翼，雞翼融入餐廳嘅荷里活。希望喺荷里活餐廳見到你。荷里活餐廳同得你去，梗係當你 friend。魏以清點點心意，點點情。就係38婦女節，我就諗翻起兩句形容女士嘅說話：天道紅顏，紅顏薄命。有位清代女詩人趙艷雪喺公元1721年，佢嘅同鄉詩人查維仁嘅妻子金夫人病逝，於是佢就作咗一首詩《悼金夫人》，送俾呢一位薄命嘅女子，以作道別。逝水韶華去莫留，萬霜林下失風流。美人如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貌美如花嘅女子，好多時同名將一樣，命運都唔會順利，能夠壽終正寢嘅機會都好少。試問人又曾幾何時見過白髮蒼蒼嘅美女同埋滿頭白髮嘅名將呢？其實講到底，無論你係英雄名將，抑或係一代美人，都逃唔過生老病死呢個自然嘅規律咯。一首唐詩叫做《惜花》，大概意思係話一夜狂風之後，將所有正值嬌艷嘅花朵全部吹灑落地，面對只係剩翻空嘅枝頭，令人覺得好淒涼，黯然神傷，暗喻自己嘅身世懷抱，世事難料，命運諸多不順。唐代詩人白居易以花作比喻，不言花盡，其意自明。人如花飛，雲如斷角，誰曾愛我？時而風光，時而坎坷，誰憐惜一個我？經過歲月，沒法斷絕，我心底你是明月。
洛神插曲，顧紀君，惜花。無盡天空下，早年喺盤陽縣住咗兩戶大人家，一戶就係永順茶莊嘅吳掌櫃，另外一戶呢就係妙手堂嘅趙大夫。吳掌櫃同埋趙大夫都好中意捉棋，但係偏偏佢哋兩個人嘅棋風又唔係咁好，兩個人走埋一捉棋，經常會鬧到面紅耳熱。呢一日，佢哋兩個又因為捉棋嘈起上嚟，兩個人就鬧到反晒面。吳掌櫃就話今後自己就算病死都唔會去妙手堂嗰度執藥。趙大夫亦都不甘示弱，佢亦都話呢一生呢一世都唔會飲永順茶莊嘅一啖茶。話說有一日，吳掌櫃屋企嘅二少突然間患咗怪病，食咩就嘔咩，朝早咧就唔會醒，夜晚就好精神。喂，嗰陣未有時差呢樣嘢㗎噃。總之成晚佢就大聲喺度亂叫亂嗌。吳掌櫃請咗好多大夫嚟睇過，但係個個都唔知二少爺患咗咩病。有人就勸阿吳掌櫃，佢話不如你去妙手堂搵阿趙大夫過嚟同阿二少爺睇下啦。畢竟趙大夫喺盤陽縣都係一個有權威嘅大夫，仲有趙聖手之稱。其實吳掌櫃嘅心都想去，但係又覺得好冇面。之前講過噶嘛，就算有病都唔會過去嗰度睇病執藥噶嘛。但係吳夫人就喺旁邊話，佢話老爺，究竟依家係你塊面矜貴定係個仔條命矜貴啊？你快啲過去請趙大夫過嚟幫個仔睇病啦。吳掌櫃聽到之後都冇辦法，於是就低聲下氣，厚住面皮過去趙大夫嗰邊。趙大夫亦都好大方，馬上過去同二少爺睇病。睇完病之後，佢就寫咗張藥方，藥方上面寫咗幾個字，就係皮鞭子一根，城外月老廟前老槐樹皮一塊。吳掌櫃一睇，簡直嚇傻咗，呢啲叫咩藥方啊？趙大夫就反而理都唔理吳掌櫃，佢就話快啲依住個藥方去執啲藥翻嚟啦，遲咗二少爺就會性命不保噶啦。吳掌櫃雖然個心唔服，又覺得莫名其妙，硬係覺得呢一張唔係藥方。趙大夫就板喺塊面話，你信得過我你就去執藥，信唔過我就即刻走人。吳掌櫃聽到趙大夫咁講，唉，都冇辦法，唯有派人去揾皮鞭子同埋月老廟前嘅老槐樹皮。等啲下人攞咗翻嚟之後，趙大夫就去到吳家二少爺嘅床前，細細力將啲皮鞭子同埋老槐樹皮放喺一個床頭嗰度。奇怪就係啱啱仲係合埋雙眼嘅二少爺，突然間擘大對眼，仲話好肚餓，要食嘢又要飲水。吳掌櫃聽到自己嘅仔咁講，即刻搵人攞啲飯餸過嚟，只係見到二少爺狼吞虎咽咁瘋狂係咁食，食極都唔會嘔，又好似唔會飽。吳掌櫃就好開心，即刻多謝趙大夫，並且命人攞啲金銀酬謝趙大夫。趙大夫佢係話，你唔好咁急多謝我住啊，二少爺嘅病仲未好翻噶，過咗今日佢可能又會病過。吳掌櫃聽到之後就好急咁問，我咁點算好啊？趙大夫就微微一笑，佢就話，其實二少爺患嘅就係姻緣病，月老喺人投胎之前都會幫啲男男女女腳上邊綁一條紅線，被綁埋同一條線嘅男女嚟到人世間之後，無論相隔千里，佢哋都會結為夫妻。但係月老有陣時都會飲醉酒，迷迷糊糊咁做錯嘢都唔頂噶。趙大夫就話，吳家二少爺投胎嘅時候，月老就係忘記咗同佢綁一條紅線，於是二少爺就患咗呢種病啦。
所以依家咧必須要用皮鞭敲打月老，等個老人家供出二少爺今生嘅姻緣到底係誰家嘅姑娘。只有咁樣，二少爺嘅病先能夠有救。不過趙大夫就繼續話，佢話好歹月老都係一個神仙，凡人係點能夠犯上敲打神仙呢？所以只能夠用皮鞭敲打月老廟前嘅老槐樹皮代替。吳掌櫃聽到趙大夫咁講，就真係越聽越糊塗。點解呢個大夫突然間講啲嘢都唔似一個大夫講嘅，反而似一個裝神弄鬼嘅拜神婆咁？不過唔理點講都好，二少爺嘅病情依家有啲好轉。吳掌櫃於是就聽趙大夫嘅意見，即刻馬上公開為少爺張榜招親。喺吳家二少爺招妻呢一日，永順茶行聚集咗超過100戶人家嘅小姐。畢竟吳家都係當地嘅大戶人家，有邊個唔會指望自己嘅女能夠攀高枝，過上錦衣玉食嘅日子？而按照趙大夫嘅安排，佢喺後院就用皮鞭敲打老槐樹皮。吳掌櫃嘅母親大人亦都前嚟招呼嗰啲小姐，每一個都帶入房嗰度，然後就睇下佢右腳嘅腳眼嗰度有冇一條紅線嘅印。如果有嘅話，佢注定就係二少爺今生嘅妻子。不過由朝早到中午，由中午到傍晚，超過100名嘅小姐佢都檢查過，但係個個腳上邊都冇紅線嘅痕跡。趙大夫用皮鞭打老槐樹打咗一日，佢都滿身大汗，攰到不得了。吳掌櫃就湊過去同趙大夫講，佢話點算啊？冇一個女子腳上邊有紅線嘅印。趙大夫抹一抹汗，轉身坐低嘅時候，佢忽然大聲嗌，佢話：哇，你老媽子嘅腳上邊有一條紅色嘅印。吳掌櫃一聽，嚇到幾乎暈咗。佢話：吓，你嘅意思叫我仔嫁俾我媽？你講啲乜嘢說話？點解可以咁啊？係咯，點可以咁啊？自己嘅娘親又點可以嫁俾自己嘅孫仔啊？簡直就係荒唐！係咪個大夫傻咗呢？咁就要繼續聽落去啦。明知道這是沒可能，仍舊是要等大半生。人間的世愛在追尋，流浪異鄉的幸運，從來未找到遠方的路，如個霧裏總看不到，無言地禱告，要怎麼做？窮途但已經沒路。只盼一盞燈，漆黑裏是如此震撼，只有你手中的憐憫，才會讓我走近。誰可以化作有心人，前來為我點這盞燈？人間的喺兩個人嘅關係入邊，唔需要窮追不捨，命中注定嗰個人，真正嗰個人，佢遲早會嚟，佢必定會嚟，嚟咗之後，自然就唔會走。而對於嗰啲我哋無緣相識相見嘅人，其實係有好多好多。不過我哋可唔可以都衷心祝福佢哋，永遠平安、健康、快樂？只盼一盞燈，漆黑裏是如此震撼，
才華嘅創作歌手黃凱芹《人間世愛》。咁轉頭翻嚟，馬上同你講埋《無盡天空下》嘅下半集結局篇。包師傅喺呢度咧，歡迎光臨。哎呀，希拉里又真係幾靚女噶噃，我聽牛王介紹嚟噶，想話買啲冰鮮點心啊、小菜啊，同埋打邊爐食品咁，有咩好介紹啊？有好多啊，請你過嚟呢邊啦。哇，種類都好齊全喎，等我買多啲先。多謝晒。其實我同阿牛好熟噶，有冇折頭啫？同你講笑啫，我都唔識佢嘅。咁咪好咯，呢盒我請你食。包師傅點心專門店23號 Medican Boulevard Unit B10，紫色招牌416-988-3033。無盡天空下。嘉義少爺招妻呢一日，永順茶行聚集咗超過100戶人家嘅小姐。畢竟吳家都係當地嘅大戶人家，有邊個唔會指望自己嘅女能夠攀高枝，過上錦衣玉食嘅日子？而按照趙大夫嘅安排，佢喺後院就用皮鞭敲打老槐樹皮。吳掌櫃嘅母親大人亦都前嚟招呼嗰啲小姐，每一個都帶入房嗰度。然後就睇下佢右腳嘅腳眼嗰度有冇一條紅線嘅印，如果有嘅話，佢注定就係二少爺今生嘅妻子。不過由朝早到中午，由中午到傍晚，超過100名嘅小姐佢都檢查過，但係個個腳上邊都冇紅線嘅痕跡。趙大夫用皮鞭打老槐樹打咗一日，佢都滿身大汗，攰到不得了。吳掌櫃就湊過去同趙大夫講，佢話點算啊？冇一個女子腳上邊有紅線嘅印。趙大夫抹一抹汗，轉身坐低嘅時候，佢忽然大聲嗌：佢話哇，你老媽子嘅腳上邊有一條紅色嘅印。吳掌櫃一聽，嚇到幾乎暈咗。佢話吓，你嘅意思叫我仔嫁俾我媽？你講啲乜嘢說話？點解可以咁啊？而吳掌櫃母親聽到之後，亦都大聲喺度喊，佢點可以啊？我點可以嫁俾自己嘅孫啊？點解我隻腳會有一條紅色嘅痕啊？跟住佢話我真係命苦啦，我點可以嫁俾自己嘅孫？有威倫常，我仲要照顧我家老爺。當佢大聲喺度喊緊嘅時候，趙大夫坐定定，再望清楚佢對腳，佢就話：唉，我都未講完，你隻腳的而且確有一條紅色嘅線痕。但係你兩隻腳都有，月老只係會綁人一隻腳嘅啫，咁即係話你條紅色嘅線痕根本就唔係月老嗰條啦。佢再睇清楚，佢你睇下你條褲腳係用條繩綁住嘅，可能你條痕係你自己個褲腳綁出嚟嘅。吳掌櫃睇清之後，佢唞咗一啖大氣，知道自己嘅仔唔係同自己嘅母親有姻緣，梗係轉悲為喜啦。何況天理不容，有歪倫常。趙大夫飲下茶，佢望一望，然後佢指住二少爺身邊嘅貼身丫鬟小紅，佢話不如睇埋小紅隻腳啦。大家一睇，發覺丫鬟小紅腳上竟然有一條紅色嘅印，係喺右腳嗰度噶。而大家再揭起二少爺嘅左褲腳，發覺二少爺左褲腳上邊亦都有一條紅色嘅印，兩條印係一模一樣噶。呢個時候，趙大夫就對吳掌櫃講啦，佢話二少爺嘅姻緣已經揾到啦，就係佢身邊貼身嘅丫鬟。你想你嘅仔唔再病發，完全好翻嘅話，你就快啲準備為二少爺辦喜事啦。哇！二少爺要娶嘅竟然係自己貼身嘅丫鬟，呢下吳掌櫃真係非常激氣，覺得門不當戶不對。不過事情至此，佢都只能夠接受。趙大夫長長嘅唞咗一啖氣之後，就哈哈哈離開咗吳掌櫃嘅屋企。其實事情嘅真正背後係咁噶。話說幾日之前，趙大夫出診翻屋企，經過河邊遇到一對想要自殺嘅小情人。趙大夫就湊上前一睇，
嗰個男嘅竟然就係吳嘉義少爺。趙大夫捉住佢，問佢點解要尋死。原來吳嘉義少爺中意咗自己貼身丫鬟小紅，但係二少爺深知父親嘅脾氣，佢係無論如何都唔會俾佢娶小紅，亦都唔會認小紅為媳婦。而小紅嘅性格都好剛烈，佢點樣都唔肯做妾事。兩個人一時唔知點算，就諗到去河邊自殺殉情。趙大夫就俾吳嘉義少爺同埋丫鬟小紅嘅痴情所打動，所以先諗出呢一個鞭打月老嘅計謀。佢全心要成全二少爺同埋小紅嘅婚事。事後趙大夫私下同人講起呢一件事，趙大夫就話：我係個醫生，救死扶傷係我嘅責任，我總唔能夠眼白白睇住呢對小情人死喺我面前嘅噃。但係亦都有人講，趙大夫其實仲喺度嬲吳掌櫃。今次呢一件事可以話一箭雙雕，既能喺人前顯擺自己嘅菩薩心腸，又能夠借機會睇到吳掌櫃要立個丫鬟做媳婦。不過到底趙大夫心裏邊係咪咁諗，其實都冇人知道。但係趙大夫鞭打月老成全一對有情人嘅故事，卻喺盤陽一帶流傳至今。所以話，其實呢個世界上邊所有嘅嘢都必定事出有因，只係人暫時唔知道個因由啫。咁有原因，係咪一定就有結果呢？那天相識已漸遙遠，百般相思似未曾斷。何時秋風悲畫時，故人心已變。昨天相知信是有緣，這天相見不如懷念。情義是多纏綿，人生若只如初見。用我三生煙火也甘願，伴你一世迷離的相戀。回到最初相愛之前，彼此素未謀面，重遇見仿似是偶然。還望相看依然不厭，原來曇花匆匆一片，相見真如不見。一個人等到去某一個年紀，其實彼此嘅過去已經唔再重要。嗰啲曾經令到人無比在乎嘅嘢，今日就好似半途而退嘅潮汐，似乎已經冇再提起嘅必要。到底喺感情世界上邊，有冇命運呢一回事，有冇意外呢一回事嘅呢？昨天相知信是有緣，這天相見不如懷念。情義是多纏綿，人生若只如初見。用我三生煙火也甘願，伴你一世迷離的相戀。回到最初相愛之前，彼此素未謀面，重遇見仿似是偶然。
匆匆一瞥，相見爭如不見。相見爭如不見，多情何似無情。新歌散後酒初醒，心苑月斜人靜。喺2017年，黃開芹為咗紀念自己走過嘅30年音樂路程，自資出版咗一張唱片，叫做《詩人說夢》。其實值得留意由佢自己創作嘅呢一張唱片，其中特別中意呢一首歌《人生若只如初見》。好，新聞之後我哋繼續。不論神采飛揚嘅你，儀態萬千嘅你，又或者春風得意嘅你，只要嚟到 JCY House、JCY 珍珠鑽飾專門店同埋 Hillcrest Mall 嘅 JCY Swarovski 專門店，將心儀嘅服飾融入鑽飾，鑽飾融入自己嘅心情，一切可以更青春、更自信、更有活力、更加完美。記住，你比你想象中美麗。潮流所在，心中所愛，名牌匯聚，盡在 JCY。魏爾清，點點心意，點點情。仲記唔記得喺1977年無綫有一部電視劇《梁山伯與祝英台》咧，係由李琳琳同埋劉松仁做嘅咧，記唔記得啊？而係1984年，梅艷芳同埋葉振棠翻唱咗入邊嘅呢一首歌。燕子南飛匆匆過，兩家同窗共三座，結金蘭草橋邊，光陰如梭又春浪，情如手足心似海，長亭分別有感慨。寫足英台，滿山紅花香飄送，可惜未生牡丹花。牡丹花輕淡上，我家有牡丹某芳華。隔天山採牡丹，徒勞虛夢我驚怕。願輕易會這番心意，負了牡丹芳華。那邊有蝴蝶雙雙對，似比我共傾心相許。我心與帝郎心共許，世間只有紅枝共可相隨。那對鴛鴦上戲水，你我相伴結冤侶。簷底他要陪雞牛，效那鴛鴦相伴隨。嗰陣你有冇睇過呢一套《梁山伯與祝英台》呢？梅艷芳、葉振棠18相送，轉咗 key 咯，咁啊，梗係原唱要出場啦。那邊有蝴蝶雙雙對，似比我共傾心相許。我等與帝郎心共許，世間只有紅枝共可相隨。那裏鴛鴦上戲水，你我相伴結冤侶。簷底他朝陪雞牛，行那鴛鴦相伴隨。這一
離開。離停分別最悲哀，願底記住梁山吧。願你記得即係我自己覺得羅文唱呢一類歌係特別好聽嘅。關菊英、羅文，1977年灌錄《18相送》。胡楓，人稱修哥，廣東人。1953年開始拍電影，第一部一夜成名嘅作品係《男人心》。之後佢演出嘅電影超過200幾部，幾乎全部粵語片女星都同佢合作過。其中以南紅同吳君麗咧合作係比較多㗎。70年代開始轉投電視圈發展，演過唔少電視劇集，深受觀眾歡迎。從影50多年，堪稱藝壇長青樹。2003年被香港影評人協會頒發終身成就獎，同年更加為咗慶祝70大壽，喺紅館舉行個人演唱會，如人如己，毅力驚人。約會胡楓。多年前呢，我同阿修哥傾電話嘅時候咧，佢就話：你睇下我同你講電話咧，我都唔係坐喺度嘅，我行嚟行去嘅咁。我話嚇你屋企度，我而家都係啊。嚇咁我就話：咦，點解要行嚟行去啊？咁你就話：唔好俾自己坐咁多，坐得多咧，個人咧就會太舒服啊，係唔得嘅。你話係啊，冇錯啦，係嘛？我覺得咧，一太舒服咧，我就要起身喐下行下咁樣嘅。咁我知道咧，你等埋位嘅時候都呢個習慣嘅喎，四周圍喺電視城嗰度咧，揾唔到你喎。我都係咁嘅，無論外景，當然咧太熱就梗係唔得啦，係嘛？太熱着到西裝就又曬住，咁梗係唔行啦。如果係涼涼地啊，咁外景啊、廠景啊，一樣係照行啦。所以咧，胡楓嘅俾人嘅感覺就係，咦，雖然佢係年過70啊，但係佢仲係好後生嘅感覺，係50零歲。就因為咧，就成日經常做係啦，又經常做運動啦，個樣啦、心境啦，各樣都好後生。喂，講翻咧，其實你入咗行好多年，好多年。我細個咧就係睇無線重播你嗰啲粵語長片大嘅，我差唔多你套我都有睇嘅，重播幾多次我都有睇嘅。但係有啲人我就冇咁講，但係有啲我就真係唔知嘅。嗱，我知道嗰個年代啲人好興改藝名啦。你個胡楓個名你點樣改嘅？揀呢個胡楓，你本身都係姓胡啦，梗係咪？係。咁點解要改個楓字咧？仲要木字邊做個一陣風個風？係。當時嚟講咧嚇，即係我老闆啊，即係我做新人咧，梗係老闆去捧我啦嚇。我老闆話：你個胡繼修呢個名唔似做戲嘅喎，改過啦咁。咁改咯。咁改有胡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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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乜咁樣改下，寫下寫咗個胡楓出嚟啦。有冇咩意思嘅個楓字？楓葉嘅楓。係啊，佢話好啊。楓葉紅啊，咁係喎，楓葉紅色嘅，即係會好紅喎。唔係，即係佢咁講啫，我又唔係好紅。但係嗰陣時咧係興2個字嘅藝名嘅，係咪啊？係啊，唔係都有3個字嘅。都有3個字嘅。咁嗱，嗰個年代咧，你入行應該係50幾年啦，係咪？係啊，53年啦。53年，咁嗰個年代，我諗做戲嘅人唔係咁多。你屋企人有冇人反對？定係你本身哇，我好中意演戲嘅咁樣，屋企人鼓勵你？鼓勵就冇啊。反對咧？總言之就有多少反對啦。有多少反對？咁你自己點解會走去做戲咧？即係你本身好中意嘅。係啊，就中意啊，而且又係可以做主角喎，講笑啊！我諗都諗唔到，一開始會做主角㗎，考下啦。即係當其時你去考嗰啲訓練班啊，定係考嗰啲招聘班啊？點樣？就冇訓練班嘅，就直情係試鏡咁啦。我直頭就去試鏡。就試鏡之後OK 咁就。即係間電影公司就搞一個試鏡招聘會咁樣，完全係冇人支持，冇人話有背景 support 你。冇㗎，即係佢哋咁嘅，唔需要人哋有背景，又唔需要有人支持，即係總言之，合佢哋嘅意思就 OK 啦。咁其實我覺得都算係開始開得都幾平步青雲，幾好下啦，因為一開始做主角。係啊。因為我喺啲粵語長片入邊咧，我記得有一套戲啊，叫做咧甜甜蜜蜜的姑娘咧，咩搵個知心去結婚，成嗰段戲入邊咧就係影住你同阿鄭少秋啦，就喺條街度行嚟行去，搵啲靚女仔嘅。鄭少秋當其時我諗都係叫做配角啦。秋仔嗰陣時係啱入行冇幾耐。係啦，嗱，咁佢都要做下配角啦，但係你唔使，佢一嚟就做咗主角。咁啊開心咯吓。有冇壓力？有噶，都有啲壓力噶，點知自己得唔得啊？即係邊學邊做。不過咁講。
講，我當時嚟講咧，好似對自己好有信心咁。你個樣都似啦。都唔知點解咁大膽，我自己都。我諗嗰個年代嘅女明星啦，基本上都同你拍過晒㗎啦，會唔會啊？係啊，所有女主角。所有女主角你都拍過晒㗎係咪？最前輩嘅就當然係白燕啊、紫羅蓮啊咁啦，一路數落嚟，但係做女主角嘅我都拍過㗎。但係白燕嗰個係年紀比你大嘅會唔會啊？係白燕嗰啲係戰前嘅，所謂戰前嘅，即係1940年嘅藝人嚟㗎啦。哦，即係你做小生嘅角色。係啊，大家做情侶㗎。哇，咁你咪要裝扮到好大個咯，因為你其實你年紀比佢細㗎嘛。嗰陣時就唔知點解啲觀眾咧都可以接受受得落嘅。係啊，可以接受。哇！嗰陣時我覺得啲女明星好靚㗎，嗰啲化妝啦，嗰啲眼眉啦。咁其實嗱，你拍過咁多個女明星，你印象最深係邊一個？我同邊個都合作愉快。咁啊係。冇所謂邊個印象深，邊個印象淺嘅。我最中意我自己啊！我中意睇你同林鳳嘅，我覺得你哋好襯嘅個外形。係有人中意嘅我同吳君麗咧。係啊。有人中意我同南紅啦嚇。你同阿陳寶珠啦，阿陳寶珠啦，蕭芳芳啦。係咯，寶珠咯。有冇數過自己拍過幾多部？冇。因為我前日我上網咧揾你啲資料嘅時候咧，佢就打出嚟你19幾年拍咩戲，19幾年拍咩戲，我係編咗4大頁紙。曬個底啊！係啊，我手上面有4大頁紙，譬如1962年路邊千金，2年啊路邊千金啊，係啊，53年就還君一點相思淚，58年嘅疑心碎冇心，哇！我哋淨係啲沓紙幾厚啊！我諗你自己唔記得自己拍過幾多套戲啊？會唔會？唔係，我就唔知。不過咧三藩市啊嗰邊有一個影迷咧，就我諗都係同我差唔多年紀啦。佢話：你唔止同阿飲姐咧拍過邊套戲，仲拍埋嗰套添。咁啊佢成沓啊，即係成沓我拍過嗰啲戲名嘅下文就係記晒俾我。哇！咁可能呢啲都係佢哋擺上網嘅，因為喺網上邊咧就揾到好多資料。1960年摩登新娘啦，咩冷暖親情啦。冷暖親情係啊，真係有好多咩秋香怨啊，好女嫁得有情郎啊咁樣啦。嗱，你拍咁多戲啦，我唔知當其時嘅生活指數係點樣啊？拍一部戲係咪就可以買一層樓咧，定買一條街咧？得唔得㗎？係啊，其實可以買樓㗎。真係啊！拍一部戲咧，即係可以買啲3樓啦，3樓平啲㗎。3樓平啲㗎。1樓、2樓、3樓嗰啲3樓。係咯，3樓咯，話係咪平啲啊？3樓。係啦，邊時有咁平啊？有啲人講話，拍一部戲2部戲就可以買得層樓，其實唔係嘅。都唔係，佢哋完全冚唪唥講錯晒嘅。但係當年嘅生活指數低啲咧，會唔會儲錢都易啲？即係嗱，冇乜消遣噶嘛，嗰個年代。咁又會易啲嘅原因點解咧？係比較忙啊。比較忙咧，一忙咧就冇時間去使錢啦，冇時間去使錢咁咪儲翻啲咯，係得閒先同啲仔女啊，同埋爹哋媽咪啊咁樣嘅去旅行啊，即係所謂旅行啫，即係去郊外喎，唔好話去搭飛機嗰啲外國旅行喎咁樣啦。胡楓係一個知慳識儉嘅藝人，愛父母、愛家庭，並且事事先為人哋着想。一個咁好嘅小生，又同我咁多女明星合作過，點解從來都冇緋聞嘅？下個星期佢會話俾你聽，到底係咪真係冇呢？咁下個星期同樣時間，請繼續收聽約會胡楓。手執一篇好文章，就好似一杯好茶，可以細細品嘗。好茶好文章，梗係要同你分享。張開眼睛見天晴。最深嘅一層，
係現實。嗱，愚蠢係一種極大嘅痛苦。假設有一日自己俾大奸大惡嘅人欺騙，心理都能夠平衡噶，因為對方係大奸大惡之人啊嘛。我哋根本就唔夠佢鬥，亦都防不勝防。但係如果俾一個善良嘅普通人所欺騙，可能我哋就唔能夠原諒自己。對於喺天下2/3受緊苦嘅人嚟講，與其大呼小叫要解放佢哋，令人苦等嘅話，倒不如一聲不響，忽然有一日將佢哋解放，俾佢哋一個意外嘅驚喜。人必須按所想嘅去生活，如果唔係，就只能夠按住生活去想，一直被牽住鼻子走。如果人會發光，就唔會害怕黑暗，所以人人都要盡量發熱發光。無論自己有幾咁平庸，有愛呢一樣嘢一定會令到你好美麗。生活下去嘅要訣就係保持愚蠢，又唔能夠知道自己有幾蠢。獨自一個人喺度發笑嘅人，一係就百無聊賴冇事做，一係就正在痛苦難當。人人順住一個方向向下滑，最後必定會喺一個低洼嘅地方嗰度碰見。承認自己錯過傻過係一種嘅美德。知識分子嘅形象可以咁樣分界，有一種就好似係一世嘅修為，就好似要做個如來佛咁，令其他人永世跳唔出佢嘅手掌心；而另外一種就係想喺一生一世之中跳出人哋嘅手掌心，咁就已經心滿意足。其實大家都應該做後一種嘅知識分子先啱，因為唔好理係邊個嘅手掌心，其實都係太細噶啦。生活喺人哋眼光入邊嘅人，好容易俾人淡忘。令到人哋快跑有兩種方式，一種就係令到佢追緊你，第二種就係令到佢俾人追。左眼睇到人哋嘅缺點嘅時候，右眼要同一時間審視自己。中谷同埋炒餸一樣，喺人哋食之前，要自己先食一啖。想食人哋嘅香腸，往往就會先失去自己嘅火腿。世上冇廢牌，喺別人手入邊嘅一張廢牌，喺自己手裏邊佢可能係一張好牌。既無敵人又無朋友嘅人，一定係一個既無才又無量嘅人。要傷透你嘅心，需要你嘅敵人同你嘅朋友合作先得。一個人對你進行誹謗，另外一個將消息話俾你知，咁仲唔傷心？唔好指望喺人哋嘅眼入邊認識自己，除咗真正嘅朋友同埋真正嘅敵人之外，永遠唔好輕敵。如果對方冇能力，就唔會成為你嘅敵人啦。而另外一點就係當敵人誇獎你嘅時候，你應該諗下自己剛剛做錯咗啲乜嘢。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继续走，继续游，人生难免苦与痛，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情难舍，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冷和热，点点滴滴在心头。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伤离别。
的季节。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這一刻，如果去到某一日，兩個人需要分道揚鑣嘅時候，兩個人曾經彼此講過嘅垃圾說話也好，真心話也好，畢竟嗰陣兩個人都係互相信任，所以千祈唔好將呢啲嘅說話用作最後分手嘅時候愛嚟攻擊對方嘅武器，不如豁達啲，彼此送上一份祝福。張學友。仲記唔記得早兩日落好大雨呢？嗰一日啲雪開始融，我喺房個窗望出去，見到有一隻狼好孤獨咁喺後花園嘅附近向前行。我一路望住佢，我見到佢全身濕晒，因為落好大雨，而地上面好厚嘅積雪又開始融，佢行得好艱難，行下停下，行下又好似揾嘢咁。我諗佢係好肚餓，因為佢條尾呢已經垂晒，冇離心機咁嘅樣。當佢行到去我屋企後院嘅附近，佢停低，我見到佢向前四周圍望，好似睇下前面條路到底可唔可以再行呢？但我見佢企咗一陣之後，佢轉身行翻原路走。嗰陣啲雨真係好大，我喺度諗，人有人命，狗有狗命，野生動物都有自己嘅命。佢哋出生嘅唯一目的，除咗繁衍下一代之外，就係揾食物。人類就生活喺群體之中，有乜嘢唔掂，自己搞唔掂，揾朋友幫忙。但係做一隻野生動物，就一隻狼嚟咁講，揾邊個幫啊？你唔揾嘢食就係冇得食，加上我哋法律嘅規條，亦都唔可以餵佢哋，亦都幫唔到佢哋啲乜嘢。見到佢孤獨嘅身影，一路喺嗰啲濕嘅雪上邊係咁向前行，直至到消失喺眼前。我就諗，能夠做一個人，其實我哋算係好幸運噶啦。起碼我哋想食嘢嘅時候，我哋去工作啦，努力工作有收入就可以有食物。但係做一隻狼真係物競天擇啊！唔知點解見到呢個畫面，個心裏邊戚戚然。咁大雨，有冇地方可以避一避呢？呢個世界有美好嘅一面，亦都有我哋睇唔到嘅一面，所以可以做一個人，真係要切切實實咁珍惜啊！收聽緊呢一度係 FM 100.7星島 A1 中文電台，在下正是魏以清，依家將個咪交俾啲同事先。有人話生命好似一場喜劇，又有人話生命好似一場惡作劇。要扮演咩角色，我哋未必能夠從心所欲，但係卻可以盡力而為。魏以清，點點心意，點點情。假如一個人嘅心情經常晴時多雲，咁又點會有雨過天晴嘅日子呢？靜看星月兩相聚，世間轉眼不覺已經過百千歲，人生中喜與跌交錯着淚水。若世間沒有相聚，或許不會失去，要分散與心碎，而不死的真理，雖心思細想，似半夢半醉。無常幻變，
過荒漠更體驗，日光映照之處也不見那新意。人生於世可會一天永遠懷念。共你相聚也分別，歷史都也可見，已改變百千遍，難得彼此真摯，不改的友好，這美麗笑臉。就算有人笑我哋笨，話我哋冇天分，但係對於所愛嘅人，我哋依然要傾盡所能，奮不顧身，全心全意，義無反顧。無常幻見，心卻未如願，塵寰在轉，幻變軌跡不變，成敗只差一線，是非何須眷戀。越過荒漠更體驗，日光映照之處也不見那新意。人生於世可會一天永遠懷念。共你相聚也分別，歷史都也可見，已改變百千遍，難得的生活總會有一啲嘅遺憾，因為無能為力，所以我哋要學會釋懷，亦都總會有一啲起起落落，因為冇辦法改變，所以我哋要學識隨緣。金培達、林志美，美麗少年。這美麗笑臉。喺1979年第3屆香港金唱片頒獎典禮入邊，我見到 Sam 去唱咗4首歌，我就掹咗其中2首出嚟。嗰陣時一切比較簡單，有得睇有得聽，已經開心到不得了。我時常清風兩袖，吊兒郎當最自由，難得有3餐足夠，為人樂觀好少掛憂，咪談人貪新厭舊，愛情如海市蜃樓，問天自己許佳偶，離後悲歡定別有，飲返杯冰凍啤酒，高歌一曲氣兩口，無謂再去為情悔疚，你盞心噏得個嬲，我懷疑天邊宇宙有神靈管轄地球，實應要睇通睇透，成敗得失莫追究。飲返杯冰凍啤酒，高歌一曲氣兩口，無謂再去為情悔疚，你盞心噏得個嬲，我懷疑天邊宇宙有神靈管轄地球，實應要睇通睇透，成敗得失莫追究。作曲許冠傑，填詞許冠傑加黎彼得，收錄喺《賣身契》專輯入邊，杯酒當歌。嗰日喺機場坐的士翻屋企嘅時候，嗰位司機哥哥同我講，佢非常之中意許冠傑。咁啊，嚟多一首啊！敗沒了天
呢句話應該要自愛。你有啊天才，佢有啊天才，應該要自愛。人人立自由悲哀，怨恨拋怒外。各有啊天才，人有啊天才，必須要自愛。紅桃綠柳春花開，皆因灌溉。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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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應該要自愛，係咯，一切好自為之啦。今個星期抱歉，有啲吃力，非常之吃力，但我依然都係咁講，有人聽啊就繼續啦，冇人聽啊咁咪收檔咯。節目完結之前，只係想同大家講聲，好好保重身體，冇健康就乜都做唔到，亦都乜都唔想做。下個禮拜再見你，我係魏以清啊，再見。點點心意，點點情，係由以下商戶贊助播出。荷里活餐廳可能係全宇宙唯一一間有 drive-thru 嘅港式餐廳。包師傅點心專門店，百多款點心及小菜，名廚出品，一蒸就掂。23號 Medican Boulevard Unit B10，紫色招牌。JCY 集團旗下 JCY House、JCY 珍珠鑽飾專門店、JCY Swarovski at Hillcrest Mall， 潮流所在，心中所愛，盡在 JCY。Panache 伯爵麵包師傅每日用心出爐192層酥皮蛋撻，用有機走地雞蛋，你試咗未？